方请家长改拜西龙公娘。沈夫人起先听见，方请比这个大事先生专制纲目创是大人者，导致屋里大外头准备当面见面嘛老婚，努力赶出去。但是等到旁头一看不对，做啥么今朝虽然大事当办，但是种气泡根本不像最纲目。喏，让我问问看，究竟3年当中呢哈？不听到飞机讲里，听到现在，听到个盲门人迷糊眼想靠我，开心地说想做官职，但是3年当中的竞争力，现在听到马明丁声经常顾客们也进关子，再问问看，发生了。公母大人，你马明马姓经常改客，真是快快讲下去。该送走姑娘我。公母大人，退水告别。讲啊！我七匹分家谁上边，七八个别第一名。着，乡试第一名高牛羊，3牛当中1牛已经杀缸子，杀拍马屁。哎呀呀，恭喜亲人，你是几牛嘞？公母大人，这谢谢鸡牛好作戏。出得个满地马屁拍了马脚浪，谢谢高牛有啥用？不做来呢喊我，哎呀人。原来真呀你，别人欢喜我心间，怕的是为牛飞比中方亲是啊，那吕布称为儿月里，马的大批樱花人，为师中的王大人。兵工越久来人在心，但那龙后设计有金榜，不了我人热第一名。高女孩子，为师第一名为牛，3牛2牛已经杀光。是啊，再拍马屁，哎呀，恭喜亲人，你是为牛来谢谢为牛好做官，马屁马脚上踢出来个，是啊，怎样啊？别人欢喜我心间，怕的是耍牛皮的地方亲。19今人雨来，经历收落差心嫩命，那丁家三名双帮推，都是当今嫩天子的鬼门三是啊。也今朝3丁格妨碍性杀减少，偷花性杀减少。哎呦，这让个上牛族，上牛不是性杀减少吗？哎呀呀，太人了！公母大人，耍牛来意，性什么减什么啊？说问这耍牛母，哈哈！这哈哈个名字难听的嘞。不过哎呀呀，太人了。讲什么啊？那耍牛即是我为牛神懂子，这上牛真是为牛人，为牛啥人之内？那么上牛非说的还是那方亲，哎呀，还是啦。公母大人，谁出来的是耍牛来一了？真是。总之上牛高子总是结婚了孩子，是啊，马门人现在晓得你打我不对的。打烂头子也
做啥么老弟子我农终身配不离呀？现在我要拍皮磨皮，我就让你当我日落，老弟子当我菜香木，我还多个帮手。还有办法，我的老过来去。那么，老弟子功劳千里过来，马上该在四方街里斗争16万天封城之时，我的马正一下去，哎呀，还是难。公公大人，山顶顶封城之夜，但是呢，与你设计一般啊。多谢公公。那么后今我要与你讲明一桩事情啊，还是3年之前，并不是老吴头要把女儿终身许配于你。哦，乃是我叫他再给他举送的。哦，我叫他与你离姻的呀。哎呀呀，而今么还结了，你们是我得得亲亲的手啊，也是我的女婿。我们是你亲亲得得的姑娘。是啊，还是你的月娘。哎呀呀，手机人家起来嘛叫没完。像你千里迢迢没得到，我是一杯水对表弟。我与你是一杯不了，与2三位，我是放出双你呀风音，想你可记得我们离云就送顶上，像那老头他是比某回家乡云，是那绿与你身躯，是绿不与你心。么内后大你定婚姻，他是肯依我东边里应哥，像那老头，他是上雨不的小羚羊，什么事儿啊？那就你们那样，一不风梦大事。家里生不大来，于是心不灵么来，得走过你呀，青石都不爱人。所以为了你，我既然法律心里，我是家乡呀，我做白虎营把你后来的方下军，带入你们丰胸花季的功。公让良心的，他是阿父为送定，定终身那口口声声，也都来婚了。我是他们你这老头，欲把你这老女真，你也都来婚姻，一辈不能走一家，一个大许，根本的金家，再受民心恩。恐怕你家的爹地另一家门，引得我们姑娘大力如的呀，什么事儿啊？像今这里也一肚子塞你的蓝烧气质里送的，也送一送明嘛奔着你。这当姑娘心里，那姑上还没拿着我姑娘，是哈什么老头，也是天边啊带我的来西呀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与你，乃是得得亲亲，得亲都是，又是一种情长，是两种情，我们两心相依呀，你心。什么我们同气理智，情不说，不必心肠白白应，那何必那是天都大话一女生，所以事儿啊，为啥你们不把我走过
呀，当作为对神。哎呀，人呀！公大人，要保送姑娘当作为对人啊！哎，是。强公了，到此结束，请听我道。今朝呢是来上中心是推头包公司，这个包公啊，就说大家一直买千几里，直到今朝90年代人家为了千几里，说起包公总归是我，觉得这个人不错的，这人不错。现在包公呢，历代审案子执法，这个两桩事体那里得的。执法审严，刚正不阿。你审案子呢，你欢喜审，你有感情的。听着审害冤枉了他了，搿已经是个觉着搿个么是生意来这个事体才可，搿个已经年头读到任何一件事体。那么立法中国人到这个电视里向看啊，咚咚咚咚咚，有衙门去考过，还那样出来受堂，这个电视就讲不清爽了。实在搿只铜鼓不好考，考搿只铜鼓，那要打出来受堂，佛门3千以下，考过的人，法官呢冤枉不冤枉，34级批高。搿个有规矩啊，随后啥去呢？那要把你瞎过了好子，先考40级。非洲大高，你啥时候来考下的？咚咚咚咚咚。那么包公一做官呢，你一做开封府呢，你首先灭脱了这个门。但是并不是说你来无缘无故考过，不考你40级，还要考的。你就定个日子，3、6、9，每逢初3、初6、初9，包公什么在里向等。所以你来告上害冤枉，来辛苦了。虽然现在发展到这个市长侪有热线电话了，据说就是这个么子上开场的，据说的。你有啥事你来哈子，你来哈子。今朝么初6，包公说那里向了等生意，这天就那边咚咚咚，都人说好了，开心生意来着，张龙啊，升堂，开封府的差人了，跟着包公嘛作业，每逢初3、初6、初9了，个衣裳侪要扎好个，在什么上等生意去，到昌西这个外面开路这么吼出去。太堂主再进来，蝎子精一开着也要出去，女主不要出去落3趟的了呀。那么包公现在是啥个官员？开封府，按照龙头相要了分了，称包龙头，包龙头要组织相要，那么还称包龙头？啥辰光称包龙头？那到这套与当龙包挂杀千刀。现在我新民夜报上想开封府，要到开封府结束，马上就结束了。我200件要结束脱了个，到打脱龙包，包公身为龙头相要，那么叫包龙头。现在是开封府，包公头上向打个乌苏帽，身上向装的是大红包，搿就红包发上。搿件红包是包公上神的辰光，打皇帝讲第2件辰光讲得来。开封府因为500人走，大家不够走，那么还包公走，包公那么就到皇帝讲，你一定要喊我做开封府，你要答应我2桩条件，哪2桩条件嘛？第1桩条件，你要8件红包帮我，啥天8件红包帮你？搿件红包让送上叫天师大人，到明朝之后就叫钦差大人。那么大家说红包嘛，海财大红包了。海财是活包公的，所以叫小包公，也叫男包公。红包第一个是包公上，搿件红包是几乎同一折，
你绑上随便了我中国头一节，科技自由国里的支付，科技支付那谁是死了，科技死了那谁是雨师，科技雨师里就是香药，科技香药里就是王药，科技王药里就是皇帝，科技皇帝当头跌倒，再不跌倒不来是啥翻来的了。所以该记红包不是一般人好说，不过是身出大红包，说大分体说，到我的当让守定门来打，江西有人带一张大，不计活人光上来些，不过一口上来两个人大概40多岁年纪，31人打扮，这哪有的31人打扮呢？这老法了，加上一等人一等打扮，你都看清朝的电视剧，两人一等人一等打扮，31人打扮，做官的互相打扮，文官打扮，读书人打扮，衣裳不要着错。那不像现在了，大家在这样西装不来是西装，中山装不来中山装，像我该种衣裳是带上去擦带下哪擦法了。随风逼的个了，就在那说法了。人家牛在路上外头人，我为了找随风逼了。那么该种衣裳是大具，应当是大具。老法非但衣裳有规定，人死之过后的称呼也不好称呼。皇帝死掉了叫驾崩，天崩地裂叫驾崩。当官官死掉了叫西时，做西人去。一般该动地方一种做小官死掉了叫公事，像衣裳中做成踏浪的叫踏浪，什么叫踏浪？怪他什么踏浪？这个才两样，不还弄了的啦。包括以后生意，两个人不住。大人啊，哪个牛犸？大人啊，我牛犸。走！你说两个人是牛犸？哪个牛犸？大人啊，我牛犸。你谁家？你谁讲？大人我姓王，叫王信，一年是41岁。周举也是该打东京人，是了该打不报告。上台队的到外号了，要死的这，娘当两高的相依为命。那么有谁来结婚着？那么引起的大家帮忙娘们为的积蓄。那么我们的伴侣蛮好，伴侣们就是你叫同宗，小辰光你就是同学，也是同邻居。也是一条高浪的，搞得蛮要好。我结婚了，你就要点同地帮我。结婚至3日天，那么我出去做生意，大人父母那个，咁做生意嘛，总想做得大点的，财头要好点，咁繁忙手头，咁么要成群结队出去，一个子出去嘛，路上买了强大的。那么我临时最后辰光嘛，咁3日天了结婚得了，总归有点不舍得。那么想要出去赚同地嘛，没办法，生计所迫。那么我随大同中讲，我说我呢出去做生意，屋里向呢我实在不放心。刚才结婚的最3日天，为一个娘请来打照眼睛，那么你当我上来放心。我们当你从小朋友3个弟兄，5个娘就是我伯母，那个高三就是我叔叔，那定心去合着。那么我们就去，一去不同地，不过啥到山东大老乡帮我讲的。行叮当一来，我你没事才抢光，人才抢到山了，不放下来。有两个嘛，起来到底嘛就得了山上做强盗，3年跑下来嘛就要杀个。那门我还会做啥？我说我无水无火机之力，那么那位的啥呢？我说我为小事了，收收不。都强盗大王啥蛮好，山上想缺个关机了，那种关机嘛。那么我是强盗的，长得总归弄不清爽了。那么个长得好做的，那么我就等到山上想，个眼睛一打呢，不晓得一打灯它是8年。
现在中山官兵来人都强盗山打脱了，我自己讲清爽，大家才证明我是个好人。现在非得我个本地才还帮我，再帮我一部分农地，还我出来。我回到屋里也看不到娘，我娘没死得着，叫在挂住我跟子李在叫上海，这个叫得起夫主啊，大人啊，来看生哟。呀！哎呦，把公一听，这个人混蛋了，混账到极点了。董仲，当真？王兴讲的还是真的，当年你讲的才是真的，才是真的么？你为要做牛干了？你讲你讲的啥？大胆！当年那边关乎你听我还讲他俩啥话？讲，你讲过对的，我不讲错。你一追他是你到屋里向开销才是我。等子你半年里不做，你都帮我害不得起，帮我弄我害得起么？打我讲是看样子嘛。我问你是中国生命不保的，我说不要紧的，为了做来个，一等他一年。你都让他口口实来不来？我是来非要叫中国为做来个，3年下来么让他上名。上面嘛一进我这几个，衣裳动的、药个动的，侪是我个。搿么我也没啥关系个，搿朋友嘛，搿也好了，还不算啥呢，无所谓个事体。非要得到第5年老向来他打我台，是看样子我儿子的回来。搿个媳妇呢，昨日只有来得3日天，我当你囡一样。那么让他晓得我高兴欣喜。你说你那神经系统高兴，你中国也特高兴。我这个媳妇呢，我当你能搞把呢。你答应的呢，我总说细致看眼啊，闭着。我这个媳妇我与安排着。要我答应，这么多年我在你那不答应，我是叫朋友气不够气。那么了，他大夫一到罗大听得来的，那是我对还有2句了。啥要起么带等朋友死里看。看样子个朋友已经死得着，不要紧着。我说了，他这个谁带不来噻？这个是我的事实。一个人呢，总讲个日子，到4年要讲个日子。我说我不可以的，不可以马上讲。到9月知道，让他叫说得起人，我害得起，我隔壁乡邻才害得起。那他就怪在我要答应，这个不答应呢，我不去的。但是看那个样子呢，要气着。我不答应的叫做李水东眼听了老不起，那么隔壁乡邻说你答应毛，你答应毛，那么我第一天不叫什么国到一来现在气着最嘛，果然了样样侪是我毛个2里多少，跟别人高头讲了，等到71个门都还等了一大早，你嘛不高兴，立马一股子跟老说啥意思呢？那么我说不来这个，大家是可以的。但上3生你刚刚结婚，你到现在来个人真的，这东西该找这东西啊，来公道啊。上路了老忙别写，真正的碰着哪个事体来？王信，三成。你上了吧，你娘他吧，你他高兴这个动力，再去他一个，那有董仲夫，董仲呢还有一个王新成呀。当年我讲到谁老下动力农也不用他，我为出来随时为是来开高兴的，要么你去他一个动力来这个我啥子。动力到不来，我这个事情的嘞，高兴要为帮我的。不呀，董总，你让吧，咁你让吧，董英啊，虽然你结婚都没结婚，叫个人已经过年是有东西，这个双方都有意思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啊，我才没那不娘这个。 那不大，那
包公两张已经过了就动动脑筋，是女子呢？这个女人呐，老我的，对，一上头。不久辰光，只听见哦呀，来。包公一望打进那个女的，看上去样子中30岁光景，人上的灯人，非要过2个杀气都要抢的啦。口里打上来的不，大人在上，内务人。纪大人可的，你这女子姓名谁？今年几岁了？姓吕，名金人，吕金人，几岁？30余岁。老夫问你，这2个人你可相识？深识的，认得的。那个一个叫万幸，这个叫董仲。此理红人，大人哪位人？你说哪位人？讲。呀，上夫走，这样2个丈夫，大人欲说不清，一个媳妇，一个渔夫。包公对你忙忙的都吃得开了，一个媳妇，那个渔夫的啦，怎样一回事？那么这个女的再讲一遍，再讲一遍嘛，他刚刚2高头讲了一字一样，我用不到再讲。这个谁叫读书，谁叫平我，上起来死了，那些得了不讲了，写诗呢不来这个。哦呀，大人用兵的隆咚大隆咚的隆咚大隆咚，有的唱了这个来知道这个看。包公一听嘛，讲出来个，但刚刚王兴董仲讲的一样。哎呀，包公想那么这个事情哪处理呢？什么嘛？我们来问一声，你要有意跟啥人，那就跟啥人吧。这个里向有个个人问题啊，所以包括你们松山人啊，思想还是蛮开放的。但我们做事来跟啥人吧？既然你是这2个人，你有意跟谁？哪一个老夫我做主？大人，一个媳妇谁着罪3天，谁着罪3天。我们乃是结发夫妻，贵精受魄，不与逢难，因此夫妻分离。包公听这个女的讲这2句话，觉着这个女的肚皮里向有好的。讲到一道理，3如3天夫妻分开，不是说现在外头有好的了嘛？他个，乃是生计所迫。我今派的经济问题，屋里要开货场出去做生意，没办法的找出去。告了我们上于给人，一个舅父嘛，毕竟待我8年，一心歌，为望大人所知。何必空带你妈妈来龙江我的那个？张龙山王在屋后门啊，没个事，差点打个的。到何必妈妈最难不走到了该种生意？哪个龙江子？我们老百姓嘛在那看，今朝看上去包公龙江。啊，这样，
既然如此，王心动中，你们哪个商量吧？好了，你多娘搞的太不，让他收拾了。都是人民大姑娘，我们不能呀，人民大姑娘，为对人民大姑娘。当真不让，不让，可侮辱不让。啊！大胆如此，哪个叫你生的是师妹嘛？我们两个不是听这个不让包公讲的话啊？这个有啥闲话呢？就是还少年汉的长得这样漂亮，就是因此于这样的事情，那老夫对人手绕不清。只见他们两个一个不肯相让，谁若他们再不相让，老夫人人都能很多娘，一家不娘，这个理想没地了。哎呀，你们商量吧，你都两个的娘娘吧，告诉吧，我们跟你呀了不娘，没得话不娘不娘，张龙大，是多有罪一杯，上阵女子喝了，死了一人拉倒，何必被老百姓哇？这个不让包公，这个叫插工啊！这个人的洗头老大叫啥？张龙些仔细出来了，一张玻璃墙被多要水。好，大人讲了，哪个叫你生得这样漂亮的？不要害人了，说，说一下，根据个眼里傻，两个男的么到了，我娘个，我娘个。一杯酒气，没机会。这听见欧阳同事弄了儿，人老地龙滚，滚到我样蛋一堆。张龙大过来一摸，回来，这个女子死了，死了啊！好，来好。王心动中，哪个要死谁？时间上去啊，我知道。我讲的是老了，不过在现在到弄啥这个高字母的嘛。我只想你亲骨总归弄得清楚，我总归认得你嘛。这个事情我也个。我俩同你打的马骨子是问题，谁用光门我留意的？董总，你，我话也个，这个人啊是特什么总归说我不是，是我搞什么东西啊？我话也个。啥后代东西忙忙哪里不来是吧？是人家也个哪里哪种法？两人好好协商，非是老夫过了。你到那个里算一下，一上分人工我过了，上下到过了不必过的，顶得了的。董总啊，你让帮我吧，你让帮我吧，你因公值得让帮我吧。那么董总了想着，既然这样嘛，我娘把你人家不大会讲啥，闲话再讲走了，人家死他在，马看刚才了两里丧事了，我们现在开办3个酱油，这2个铜钿是要冒酱料不是要冒上油的那个事，咁哪呢？让不了，我没有面子。这么多年我本来不让的，现在是让不了吧？好，立下必据。两高的必须大脑立好，清好事业挪上来包公大龙包好。王信，
口一语没有语，动作口一语没有语。王先背梁似水，哎呀家！打过来了，背死手，这口气烧乎一辈子冷水，往里面空浪一喷。这个女人在那动着呢。可是啊！一生要上一个，当个给，先起忙上一股气，说起忙后一个气，两米气一通就认不出来了。包括大个女的讲十两两十两多，那跟王兴追，啥起嘛十两口起来还是王兴对你好。你觉得对等动手妈妈杀谁当年不良心，我看果然不肯骂你。这大家弄不懂办公去把你请到底啥么子呢？下嘴，啥个下嘴？本来我已经讲了，因为今朝电视台关系，这个么子不好讲，刚是把那华人听得起了，这个儿子出去了不得了。所以啥你要听呢？我当电话帮我去隔壁台台，哪怕说是大家台台空气了。好，适当改了，请听我的。不容易，除非有这样一个机会，替大家办对，心里特别的高兴。那么范丽女啊，你也请起来吧。那各位老听众呢，把一个为你，祝各位老听众呢阖家欢乐。长命百岁，不错。石铁，人家新年新岁特别啊！爷爷，新年新岁，今年过年你阿三的分不了，这是大家来弄，你刚出王太了啦？告诉我他，门门啦，八多口，太子刚出外向门先生，我阿三的啦，不种规矩的呀。这只分不阿三的个，啥人讲的他刚出门了？一个日本官不给收官了，都不说他个，啥大吧啊？不，你问我他三的，我不得想着桩事体了。现在桩事体啊？有两个老板已经在看见我了，我是深交的啊，亲戚的来啊。大年不看见，年底快呢，到上海平台头来忙过来，来是吃饭了咯。给我打得来呢，几只干花鸡，一帮老把嘴那样拿着。哎，我生愤怒的。是哪愤怒的呢？根本都把被我上次范林我吞多上次大不那个。咦，还有这样事体了？哎，先生，你告诉我，我愤怒的想，愤怒的，我愤怒的想没个事情啊。不老板有种所谓的黑手贴出过的。咦，跟我是愤怒的呀。和俺高有谁说我3不能吃哈子？你那谁说我分吃啥样子了？啊，你是不我告诉个，我告诉个，冤枉的呀。是冤枉。有说当你捋捋哈。你那个硬伤啊是吧？啊，不要紧啊，各种头目呢，自家人总归搂得够啊。那么各家收罪电视台、上座电视台、搭子电台，安排实干一个牛小思维。的确，现在是要弘扬民族文化啊。我想说，现在旅行歌曲蛮多了，旅行歌曲还是好，想说太简单了点。侪是旅行歌曲，一日到夜你想我，我想你，搿有啥多想头了？你想？搿平台当中的唱片是不是说推背不起一个字个？假使推背一个字就不离去。说了去年年底了，天蛮冷，我想去买件皮衣裳嘛，最过买皮裤商店嘛，里向让买狗皮革呀。我想哪桩事体呢？不对个，其实是狗皮大衣。为啥我为农村嘛牌子浪向写的？我不要黑个，男狗皮、女狗皮、男女狗皮，应该是男色狗皮大衣。那么当中留脱个色字那像也难听，一起不进去，拔出来隔壁一杯糖着的。我顶顶欢喜吃松子粽子的，我想去买一包吃吃吧，一口一喝，难够买松子粽子当写个啥？松中堂吃子要来个路上去的呀，我们哪够吃？来像做文化，哪还是讲累的？所以牛些要做猪3天最稳定，
那书房里向吃最带心嘛，女儿提起最美人的茶，两家的往东的。那么分辨被这个香雾姑娘做主赛被这个香雾了，那是兄妹相称的上家去口灯，不得追到财神庙边浪向，把他兵部儿子王天拔出来抢女人，蛤蟆头西拉从我个追问兵当香雾姑娘抢走兵部府，做主赛哈哈大笑，非得还做那边人事涌涌，谁做那抢女人的毛病，中间个李亚水下起来。不晓得等子一夜天新鲜事物马虎之心里的慌子，不样啥中山比起飞一发，分兵要吃苦啊！今朝天蒙蒙亮，大肆作动，实到此里自那个兵部府，门公得到消息，要求王军里下进来通兵了。那么王天伯呢喊你里来这个考问，说你家里头想我的我姑娘抢走了，必然是要离呀巴当走亲。但这个香姑娘说的，不要不走进不吉利的，否则你屋里的天后上买了这锅上洗脱个牛呀，个错得个买的，50把努力送到妹子个堂里了，还不容易等到东方发白天亮，然后一口门，哈哈哈哈嘿，老天呀，那个天总是亮着，嘿嘿。那和那个大姑娘领我来巴当做亲长，要想忙里向进去嘛，门公不得来，说手举高牛做主赛的，哎呦，做主赛人称代理差利润。我说你家里向抢女人，你今朝大清了，这修得来苗头不脚，我们拿外头倒是进外头不脱，干脆想别慌，嘿嘿，做主赛这种叫屈人。这种叫罪人，叫罪人只怕代容，罪人只怕恭敬。只要恭恭敬敬这里进来，恭恭敬敬百里带来，恭恭敬敬送你出去，两个无妨的。哈哈哈！做主赛是个罪人啊，做主赛是个屈人。那十配啊，门口带着那非要想出来不自觉。嘿嘿，做主赛是个屈人啊，做主赛是个罪人，罪人只怕恭敬啊，都来恭恭敬敬这里进。你西瓜个嗓子眼睛蒙的，不知刚刚狗两只俺听见喂，打哪里？哈哈哈哈哈！哥哥做兄了多少的呀？总下的王天吧，人家做兄的。哼，在头面中山，实得个你是个狗出来，做主赛这个屈人，这个罪人，没哈。而且得到理想嘛，西摩人出来个对劲，恨他那半张老虎皮也要试试看。做主赛要做个家人家子。一个脾气拿出来的，别人代理你吃葡萄，你回答人家兵刃插不浪，西边落狗，杀你们杀人的落狗，总下的王天伯，哎，我当杀人，又来做啥？一人光风。风中飘出一只白来猛虎，一位虎兄。这兄啊，你那这个虎兄啊你！人在称真家老虎，我称那虎兄咋浪错呢？错是不从这样说难听啊！不得叫神在。根本就虎兄就虎兄。哎，这兄李向前，虎兄是智力。当西车，这兄是靠李应西车，来西车，这兄前有啥东快去啊？应该来追了前头，我跟了后头，我们可以成功一举少女。那啥？家后头呀，说飞哟。啊对，这兄啊难听些，啊能够叫树的虎皮来看呐？不来个，我要说来西罗。有的没法过，那个扎头名老虎些些要发中山脾气，要眼眼的个虎跳一滑，老虎夹着忙着我坐车身上一打，我说命难保在。这兄是实小，咁这兄啊，你这个客气嘛，总晓得等你来一个为水东营来看呐。那也唔傻，但你为家躁动营。
那叫为脚子。老红不睡，只有脚子。喂，对，脚子伸过来。扎！哎，哟，你样的啦，你放娘。我有个扎脚子的牛的鱼给爱惜的鱼昂的来。你放娘，走兄弟，你们真个呀！走兄弟，亲呀！这兄弟亲呀！李相亲啊！亲！他们两人一是进门下，各自心中一丝凉。一个儿是一个儿还，想知谁为人，他都记着。他今日登门非心善，我必须是爱的办，路北方提拔牛是渣，今日的米呀记住了，说下之事哈分度。那所下之事，我要收取士兵多精神，免得这代理什么私自开口也做人命，我还人人当当必须当，可下这还是知道蒙蔽心，自作笃定也走心啦。你可知一日我的劝中他傻定定，叫你痛定思痛，会当然你只得膝下为真，许多人别个现在辰光搿只底线我要默默清爽，哼，上一代叫知己知彼才能八走八胜呢。所以知赛呢，两只眨巴眼胡子四面浪看，要看看做知赛搿对眼睛叫大眼眯起眨巴眼，事实上就是对鸡眼。做知赛个对鸡眼来得个活络了，
对起眼白也活络个，对起眼假使再不活络是吓死人个，像法国这个，不相信都看看了。假使做主三不活络，哎呀吓人个了，你来这个活络了。而且两张眼睛觉得一直都看不清爽，被一个镜子两点缝，地浪向出来，到了这银色里这样能够寻得上。现在一路进来的真天狼一看，嚯哟，过灯结彩，昔日霸道，两部比个容颜对浪新起新到家浪向，其他面孔浪向个表情十分紧张，懂不？抢出来个女人正在推推步步霸道了，东家慌，西家白急。多也是慌，我心里想也是打着，所以主赛得出这个吹头比莽真真天狼，哦吼，哟，皇帝不一干嘛的不叫，谁敢过去真天狼像西日巴上要坐三门市，根本呐弄得皇都的屁听狼去，这兄，来，给米了，哼，在了互相玩斗里向，他自娱了罪的，不当别当。哎，胡兄，喂，奇瓜子，来得来么？应该真听狼去，那往东里向去。上有分班的呀，真听狼太烦，但你屁听狼们，屁听狼新的啊。来欢喜人，我欢喜老嘛。哎，清醒点哈。谁对吃？给米吃。谁对吃？给米吃。后上去大发龙了。那么王女国、侍女国、各归国，来追那个多么讲，我把我们个杨贵到，哦吼。呀！怎么想不落呀？这个跟来的到真天了，干嘛做小？好说，首先的王天霸那都唱入了雨里人。哼，做枪叫来口，谁对没哈？现在逼得一声下气嘛，唱个说点不哈，大致说法都他说上来。俺们只想是我来当来为理呀，想哈的，那么至于做实赛啊？好兄不过。主赛那里为，李是为分出去个，这水忙眼眼里一打，哎呦，哎，做啥？哎呦，我上山队的手指一手摇着，咦，那这不是也，不是也给外地当兵手呀？哎呦，是对巧呀，可能个巧呢。干嘛你的为胖起进了呀？巧不可以啊？可以的，要他盲目我的。对，可以。这样说我理为不理去的。根本为不理去不就废为的喂？对不是错为的，一个理去怎么你拉他的？办啥的耍了呀？这兄请着。好兄请。来请。有人送上下面，这兄啊，胡兄，用着。口气个白说，只三想着。分兵分口气，我总会不放心。现在加个白说，再来摸摸的，知道有的锅啊，谁家用得到？哎呀！哦哟，胡兄啊，这说一个味道灵个，请教胡兄，这只说一个名称叫啥？这只说一了，是你杭州鼎鼎有名这叫云雾。哦哟，灵个，杭州彻底说音白我讲。不，这是多手指牙齿还录一个。对错，洞庭碧楼城，天下闻。别个我总说是落座。对个。生意在浪向吃，吃子眼目清凉。对。吃过中饭么？三个再喝碗红茶吃，种鸡红啊、乌龙啊，打出点肚皮的个鱼泥，一点精神。哦哟，然后起来后兄弟说一个大美与女婿。不，女婿对不得，欢喜上。哦，既然你欢喜上，我倒要出门来与一只茶叶来俺吃过。不知介绍，其名叫哈萨。两吃过，这兄啊，你老是笑的。我听见名字啊，哈萨有个种茶叶。说我个这茶叶是在想得了哈萨认得了，所以叫哈萨。说对一个。董卓兄啊，别个茶叶吃子没谁好吃，这种哈萨茶叶吃子也好吃呢。这要看啥都让人吃子。哪说法？像我做主菜吃你不带劲。哦。好兄喏，来对女色个的美于女婿，来吃子们家得一飞起。有啥好吃呢？比方这个是，这个女人个张面孔不大标致，来吃这个黑色茶叶，望出来个女人张面孔会得比标致。假使这个女人只有3分姿色，来吃子望出来个女人会比10分姿色。
那么假使个女人牛来买表子个呢，你妻子忙出来不得了子。这个女人像具体仙女，月里上我下凡一般。这兄啊，可是我做中下的随便还要多吃点嘞。哦，都吃不来个，都吃反而适得其反要出毛病。为哪呢？眼睛要吃袜头个。哦，哎，吃袜子呢？我眼睛吃袜子后头再忙出来是非颠倒黑白不分，凌辱我觉得当男人女在弄不清爽的。这兄啊，跟中下的别吃的别要吃说家里那斤吃口头啊，分吃个3度高，分吃300度，分吃，起码3度5。这兄啊，别说3到5，3多3低分吧。做分抽个嘞，啥个分抽？不耍，你听不懂啊？假使抽办下来，皇天不要是个代官，做兄啊，看上去说家里都吃这个哈啥作业，什么追分兵白狼个女人我得分看出来个呀，还是抽个的。现在是3多3低分7个分抽了，大义定心。哎呦，侯兄啊，做主山要高自在。然后考完10配金的是想的啦，不得够你滚蛋，只让客气。这兄啊，等子刚刚送你们哪要记得你？不。啊，牛良做主山眼睛不便当，刚刚分科清爽，现在看出来子。政府浪向有要紧事体要赶了海了，我不便当着啊。高是。不是体啊，啥事体？我的没啥事体啊。吃空身体白来来的，没事体。真的没事体。没事。哦，没事体，我再是危险，差1高1。那办得着了，搞好几把那个真的是，这个一直不知啥辰光追来啊。嘿，那你管我东西俺不会得罪。洪兄啊，你不要骗我啊！你屋里没事体啊？没事体。那喊我看出来有事体了。没事体。那么没事体，那个水火大门来过浪怕啥用场的？也是一个，我晓得你苏三本事，一周年都没有的啊！这兄啊，水火大门啊，你慢慢规则改。新年新山过浪喜事匆匆接力改。啥个你每年过个，你春节过得真个不？今朝是落着呀。刚刚想拿他来来嘛，来不及在。得巧。哎，没事体。不是呀，没事体嘛，个后脚是龙虎带过浪，怕啥用场的？怎么哥不想想？啥个哥不想想？婚丧喜这个么子，你哪还哥不想想？就是想你欢喜。啊！记住你欢喜，啥法弄个八位公公？八位么出没的呀？我的欢喜，没事体，不是哎，没事。不是替为要瞒我了，不是替天津里向个当民呆子怕啥用场了？那，这兄啊，实际上把人家说的眼睛不合，今朝一口又告诉。啥意思？当民呆，哪叫当民呆？我啥不得？箱子。啥箱子？把锣鼓搞上。那龙车子把锣鼓搞上箱子。你府里面什么的都逢年过节嘛，头名。都懂得了啥日子？那么人个嘛好好些，事个嘛商家天嘛做啥问不行了不是？我还要管好了。你府里进洞，啥人再多罚款？不许。你可是一起管，一起忙的了，我刚上看呀。根本啥都不是呀，开辰光开发，开辰光包哈呢。万事懂得我吃个了。东都喜欢。那么我管好。管着来模样是吧？这两个箱子，开辰光拿出来，不开辰光包进去。刚刚为了京东关，看来那来自刚刚收摊是样子。哦哟，俺们是做年的进来个只大中山，据我说起来，两抽屉上漏下来，不打银子，老叉子交关。别个想来当我比呀，一粒米多做米枪不拉开，不过金钟在不里哒哒。这那这个是虎兄啊，在屋里绝对不是体。那么有事体嘛，不要某看看。不会。做主山欢喜打听的。别当外头把我打听出来，来有事体，不讲把我听来当我其他用的，那么非要管我做主山。哦也是我给他们做人面孔啊！当大清了，他修得了苗头，总该不用。说想第一次落地的印度不里哒哒，这兄啊，你别好呢啊！来，说的，
你都吹过来，你都吹过来说的啊？跟你说，哎，你说祖先的虎狼有事体嘛？是不事体。那么真正讲不事体嘛？有人一眼一眯眯，一些些个小事体。事体不过都些，总归有事体了，还有啊。哎，你晓得不？哎，我个男生嘛，是善良的狗屎的。对个。哎，是看了今朝嘿，像那个菜哦，他一位是夫人，那个菜，他是夫人，怎么小事体？大事体，小事体，大事体。细想细想小事体，没动个都。越想越大，越斗越风凉。面皮不就在？你不两高这个拍的，别人听不懂，实在太高为高。细想小事体没得事做的，越斗越风凉，我咋不打眼泪去？哦哟，跟我虎兄啊！他是夫人正大光明的事体，来啥了要给他门框框。这种小事体嘛，我讲清酒半月你一概不惊动的。哦，要么取得我门得清爽，非只要实力当我们神仙晓得这哪里的他要来听讲。主动啊！怎么样？来快点啊！东北方追公过去白他一道。哦，得了，从过港下一张500两的一个人票。纸对封一封，马对笑一笑。花烛之意，烛之赛后，我要送给得山了要认进来。是这。快点！晓得，晓得。四包两高的碗啊，做东就玲珑挂起，人家做东做之赛东高兴做，你是东叫做东，像个外邻又改东叫外东，那个就难听的。那规则什么叫你懂啊不懂啊？是快掉哎！然后还有这个呢，他们做之赛东的还用啊。用至那个东西叫上方山营造130万不清爽的，已经拿上来。哎，不，快点！多少别动，不，你去拿了，那手上面，那手上的。做兄啊，我晓得不能当你讲的。当然了，是指那边东湖里个，你说得出个应该。今朝我清酒蛮有利润，一概不算。不管，别人不算我不管。手最当最千里送我嘛，2000人一送，2人1比12了。别，主动啊！你快点，谁都在哪位中追了你？我讲好上啊！去，别，那么做兄，我们一本走进门来了。他们。那还是真心真意，真的要送。这是别个绝无的来听吧？明显等我指朗像敷衍了呀！你做啥闲话啊？我等你空敷衍啊！啥叫人心都不人心？主动，人票的小，落500两一地来，白话要难听啊！快点上，不，真的要送祖先的发狗当该。为啥不狗？我可没啥样吧？那祖先的当得来个心灵之宝。心灵？对。啥叫心灵啊？你们是送财，我们是谁带财？这个就叫心灵宝。我三姑讲送不来的，你们讲水。对，这个叫心灵。那是阿灵。这个叫美丽。我好兄啊，那心灵值得起码爱惜这个礼部郎的，哎呀，等我上一笔的呢。礼部郎就收财。礼部郎不让个种叫心灵啊，那种叫悟空。我当然上得不上都太晚。你个不说他，哪家不说他不了家？你终于个不清酒半月来吃喜酒吧？后期我做主菜那边浪向，你都要讲改。听说做主菜门槛蛮紧的，今朝吃喜酒不只送几花利润，翻开礼物一看，一个字代没得，也是的。做主菜几花挂皮，哈呀！吃喜酒不送人情，又不是个搞豆米人搞死特人搓起豆腐了不送人情啊！哎呀，难听死了！做多啊！快点！好的，做香，这个心灵归心灵，礼物上再到来上一笔那一口啊！我们来吩咐去。人多啊！来，吩咐张王给来中国。礼部上向上站，做到500人500两啊！不搞通的小清爽做主菜牛啊，一个刮手动的呀，吩咐一样牛啊的了。这个俺们委屈要去帮你了的嘞。那么后兄啊，这个一来么，我与500两银子了难得到。500个。刚上了礼部上还不？对个，还帮哪个了呢？呀，西瓜，我晓得那是什么清爽的呀？对，该当我为什么最作心要多打点个种水土土菜？为什么最送清酒半鱼？做心缺特两的嘛，我要门来挪个。两个东西还是来得哇！啊！不，
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什么意思？另外另外当然是清爽啊。小事主动生猛被人看得起，我把卡里跟了边浪，这家人家东家北呀开销不能加地，我这个老费啊！而且有规定，百分你不可以的。那么我现在送本来500两利润嘛，用的是100两个价钿，你要移开销不？要个，用人的动地不好去个，这个去哪位人家不能够心领的，没错。马上拿出来。哎，阿对。要时光出这个美女啊，500两分金子，100两西车送人呀，但是没说法，人多啊，上网给人100两的人票，该不个收最高高啊，这有种谁的东家想不那么拉得着。这刚一来你好兄啊，我等来大家付7块，本都娘的为大家付7块了。对，咁子兄啊，这个细子也切杯的哇，都是他李人送500两，当然他到一个。对。然后做你的时间我去探到一个，咁么呢？你今朝当修得来，你们欢喜这个那点个，别是为这个来个，金钟在这里门前说相的，子兄啊，那么你吃下子自己动身的辰光嘛，总想的总归有什么？我那不什么了。名人不必细说，我欢喜名人细说。你聪明吧？进来本着，那就是你这个辰光了。我总归封的银子不能用。你让说啥？那这个辰光不得银子不能用。哦哟，咱都们中山门开越弄越紧着哇，像谁法子的啊？我不能答应啊！答应只爱惜的5两1座的10两1座的，我到里头高位高说起来，刚刚来答应过，后来了。欠我说不对呀，我里把他那欠不了，然后不对欠对罪。哦，双两动地不用，还是真的讲。对。哦，对个。哦，你说多少钱？你说。哎，为是了讲闲话，为是了放屁啊！还是我做主噻，讲话干的呀。不，我来看那个做干啊，不是个意思。还在用那种特小老母的动地。放都两个屁的那是地上。你对啥闲话嘞？对自己盘。看过我那个手袋的。哎呦，啥闲话嘞？做兄弟，你多少这个管好？你送动地不我用，我就要管好。根本我不说。你不说，我就不好。那把这个都猪肉米吃掉了，我懂。是像真正外地生意人不了还。好兄啊，做兄啊，你马心接着点。辰光分得来。你真的要诚心送银子给我用，还不会得过他烫水。到辰光你不给我自家会得开门来拿个呀。要是我当我西装神了，我大概。差不多了，叫你拔出2个后天，平时口我生吃把戏。好兄啊，做兄。今朝他各位石夫人啊，随时说你压力享受了财神庙对过平台上看灯的香花大姑娘的。要是个娘东西谁都才晓得噶，眼快刚刚扎光，闲话当中不得应对不理。是个，做兄啊，你哪晓得个？父母那说你我睡了让财神庙不必看灯哇。哎呀，根本你哪不黑是个？是的，真叫威风凛凛。我哪好意思上那个风景？这些的晃荡。小伙子难得碰上做戏无所谓。晃荡。好兄啊，做兄，各位姑娘人不像我人，这张面孔是漂亮的。漂子啊！对眼睛花花，我谁欢喜你这个对眼睛呀？这份病那个出了，个对眼胡子实在害人。我就是本来花一花嘛，是他500两银子呀，为种10配为得摸我肥胖了，我只想不那么好子。这姑娘身都是额冠，杨柳呀，腰身细细。灵啊，样样才好。对，口心一双豆角，一双豆。做兄弟，你那豆角晓得？父母那是说你压力，我打你2家头一道出来看灯的呀。哟，这时间说起来，你打的认得了，非得认得，你为是老相好嘞。哎呀，做兄啊，时间总想你不漂亮，比记得是那个逼人呀。小胡子，大鱼也好无所谓，你也欢喜你。你欢喜你，我神通各爱努力，娘不来也好。都
都是要做凶。别客气，都讲。哎，我说的是对，你好朋友多啊，当心出部队当飞啊。多少？手举一百朋友得了也要好。身上的老先生看见这里秘密小，就是最大派对看见这里闲话都是反派做。你小当大把户看见这里是对待疙瘩龙。打你再要好，两位行军，你老婆追文兵。追文兵打你两高头么三个两个人，就是一个人。这个李是追文兵了，追文兵这个就是李呀。哎呀，做兄啊！可是这个智慧办一米了嘛，我哪个赚你？这中山未分领清上了。哦，不要紧，我当一个油长，家里都通通靠边，才娘不来果子。哦哟，都是要做兄。加。我现在当来商量，还可以喊个乡下姑娘出来，我带你帮帮队。喊你出来，做啥年？啊？做啥年？做啥？来谁不晓得的我。昨日出来看灯辰光，你多娘再三叮嘱出去当心，我说放心，出去2个走来一上，眼要不能偷走了。今朝你多娘逼了我没办法，所以少妇当入。哎，娘努力打出去，搞不你个娘，我们说说好，我做媒人，再努力打得来，等来五婚八堂，以下日后。王天不那么懂。娘东西是样说是少人大厉害，少人大厉害。说到儿子，我的姑娘弄得起。啥意思？昨天我们大姑娘抢出来，大姑娘屋里打听做出在那当嘴，晓得你厉害个，吃得了我个。那么托你来做事考，人家也有面子，也有银子。那当我喝几股子啊，单位的我的外事出来，那么叫上来做凶。哦哟。你台湾的啥地方好不会讲？来个讲一声啊！今朝都爷娘赶上门来，我不肯认个门亲军。我答应个。动地嘛，发财无耻。旁人说服。如果要让大姑娘拎出来打主气啊，叫迷糊地的死老板两多。啥意思啊？发财。哦哟，迷糊地死他老板倒是带不离去的。哎，虎兄啊，我倒不懂，普通一个乡下姑娘，你能够想不出呢？我心里有分满呢。哎。大姑娘标准欢喜个，该像是一生一代的做长久夫妻的，为不忙里当2个儿子出来呀，对不对？那他子你们的儿子养不出的，我为了你都生了，我们那打你们不要谁子谁生？哎，做兄啊，你今朝进来到底做啥？我们夸气，你不句好闲话，到底为啥？你说明白。到底为啥？我今朝到该到来当地新闻不来听听。啥人要听新闻？要听的也要听。有，啥感觉？新闻出了哪个屋里向？出了我屋里呀。好姑娘啊。那是。我看你啊，到现在时期这2只红衣灯来，当我听清爽。来说明白。我是新闻来，我新闻。17个新闻，第7新闻，岂不要写上阿姑娘？所呀留下我体分辨，希望吃罪共带心，提起每人2家头们打斗定时运，我被乡里了个礼拜女彩军，2家头们上家口灯追到财神庙，一些些个龙灯来，一些些个马灯过，热闹纷纷，沙沙里里上门口到真家来临，不威风凛凛，蛤蟆头子西拉东路个追问兵抢走兵不服个大衙门，今朝走廊上还想打里头走亲，3个月过里看过滚咚咚人。姑娘个大离婚，加上那个红姑娘们脑子清一清，昨日抢走来个乡下姑娘，不是别人谁是追问兵，告诉你2男那好生婚，你想和阿姑娘个同心里，你一定要杀爱是兵人们。听清爽了，你老说啥？啥？昨日抢走来乡下女人，追问兵摆了啷个？那死他！追问兵。然后这要4块头，一要听啥人妹子流浪药，这追问兵10配要一下擦来，我怕人搞马队伍好啊！哎呀，啥天？哎呀，
咋哈个在呀？用不到这个结都果。是几个在呀？事体再大么咯，天大个事体，拿天大个银子出来铺好。银子啊，铺了啥个好，的？银子啊铺了。是啊我不骂人家人家早点还哎啊。呦，皇天保吉杀！做主三下杀龙虎队，大师结束下下，各位老师。